最近的天气是连咪寒连咪热，初三伫汐止发生有大楼的泰路落落来情形，拄好去讲到停伫咧下骹的车。工务局讲已经有提醒厝主，都要赶紧来改善。那违者会以建筑法上重会当罚30万。目前估是今年1月份，新北市府就接到有24件泰路落落来通报的案件。这台白车闪黄灯临时停车，无久驾驶骑出来看，原来是因为汐止大东路3段初三发生泰路落来意外。迄当阵，这台车拄停好，人也阁坐伫咧驾驶座，就听到正大声的声音。原来是泰路直接自5楼降伫咧野东风玻璃顶头。双黄灯打下去，过没几秒钟，瓷砖水泥就砸下来了，玻璃非常非常大撞击声，整个就是2个点的蜘蛛网状。来到代志发生的现场，涂骹有真侪碎石头。实际受害毋但是这台车，还阁住伫咧4楼的房先生，伊窗仔门外口冷气的护房，也和大楼的泰路落来了共破。楼下有人就吵闹的声音，有公务局的人过来啊，那我们也是被惊醒了之后才看，哇啊怎么这样？对啊，就直接掉在这边了啊。反正就是该赔的就赔啊，他年久失修，要再加上我们楼顶会漏水啊，这边要施工很难，你知道他们人家也不太愿意做了。对落来泰路的厝主，新北工务局讲已经提醒大户按依照规定改善，会继续追踪一直到改善为止。若是无改善，会当依照违反建筑法改罚6万块。社区管委会无尽到维护管理，相关会当罚30万。那如果因为建筑物的所有权人没有善尽维护管理之责，而再次造成瓷砖掉落这样的情形，依照建筑法的规定，最高是可处新台币30万元整。强烈要求建筑物的所有权人必须于3日内来做一个改善，以维护公共安全。新北市政府伫咧1月接到泰路落来意外通报案件有24件，差不多1-2天就1件。对整体维护补助，都经事实进一步表示，若是伫咧整件维护撤流地区或者是挖路的，相关会当补助总经费的75%，上最1500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